嗱，佢係俾咗四個情況你，咁跟住問你邊個情況咧？就係嗰個價格會維持不變嘅。佢徵收重量稅嘅時候，即係話當你個供給要係下降嘅時候，P 要不變。咦，咁似頭先做嗰條 long quad 啦，OK？咁啊，所以我哋翻翻轉頭就係最簡單嘅分析方法。我哋個 P 要維持不變嘅話咧，咁如果我哋畫幅圖嘅話，需求打橫嘅時候，咁你個供給改變就係咁樣。咁你個 P 一咧，即係兩個均衡點，P 一係等於 P 二。咁所以只要需求係完全彈性做到，好，同樣道理，我哋試下個供給係完全冇彈性啦，OK？而需求係正常，咁我哋 S 一等於 S 二。OK，然後你個 P 一亦都會等於 P 二，成件事係冇變過嘅均衡點，均衡點冇變過嘅話，價錢冇變，咁所以供給完全冇彈性咧，都係個可能性嚟嘅，咁所以答案係 B。